賭王何鴻燊這一生，那可真是充滿傳奇色彩，活脫脫一部現實版的豪門大戲。他出了名的風流浪蕩子，一生風流韻事不斷，坐擁4房太太，龍大的家族戰序裏足足有17個子女，這等陣仗，旁人連想都不敢想。別人為了一家4口的生計愁眉苦臉，他倒好，養着20多號人，那場面簡直就像古代的王爺府，真是風流又牛氣。原本大家都以為賭王就只有16個孩子，這是人在大眾認知裏都成了定論。可誰能想到，賭王2020年在香港養和醫院駕鶴西去，享年98歲。這消息一出來，整個商界和娛樂圈都仿佛被投入了一顆重磅炸彈，陷入了一片悲痛之中。一代傳奇富豪就此落幕，誰能不唏噓感慨呢？可這悲痛的氛圍旋沒持續多久，大家就被賭王訃告裏的一個陌生名字吸引住了目光，就像在平靜的湖面投入了一顆石子，瞬間激起了千層浪。這個神秘的名字就是何猷幫，他出現在3房小姨子何猷啟和4房大哥何猷亨的前面，這可把大家的好奇心給徹底勾起來了。一直以來大家都認定賭王有16個孩子，這突然冒出來的何猷幫，難道真是從石頭縫裏崩出來的？一時間，各種關於他到底是誰，他為啥之前一點消息都沒有的話題在坊間瘋傳，網友們的腦洞就像被打開的潘多拉魔盒，各種猜測層出不窮。要說這第一反應，大家肯定都覺得這是私生子啊，畢竟在豪門家族裏，把私生子藏起來這種事人，那可不算新鮮，就像是豪門裏的潛規則。從訃告名單嚟看，那些去世的大房長子何猷光、長女何超英都有明確標注，可何猷幫啥都沒有，這就說明他算是個大活人，但之前卻像人間蒸發了一樣，一點消息都沒有，這隱秘工作做得，那叫一個滴水不漏。大家對何猷幫的身份那是眾說紛紜，有人懷疑他是3房的孩子，畢竟3房在賭王家族裏也有一定的地位，也有人覺得他是4房的孩子，4房在賭王晚年那可是備受寵愛，甚至船有人猜測他是賭王在外面情人所生。可不管大家怎麼猜，何家就像一座密不透風的城堡，對這件事情閉口不談，這可把網友們的好奇心給徹底點燃了，就像一群獵人在追逐一隻神秘的獵物，越是不讓知道，就越想知道。就在大家為何猷幫的生母到底是誰而瘋狂猜測的時候，一條幾十年前的緋聞被翻了出來，就像一顆隱藏在角落裏的炸彈突然被引爆。利智就這麼莫名其妙地躺着也中槍，捲入了這場私生子風波。早些年，利智參加亞洲小姐比賽，那可是一戰成名，成功拿下冠軍。她長得那叫一個美，身材火辣得就像一團燃燒的火焰，臉蛋精緻得如同精心雕琢的藝術品，就算是女孩子看了，也會被她迷得神魂顛倒。獲得冠軍後，利智在香港圈內那可是紅得佛指，就像一顆冉冉升起的超級巨星，走到哪人都是焦點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，他認識了風流成性的何鴻燊。何鴻燊那是什麼人物啊？看到利智這樣的美人，自然是被迷得神魂顛倒。而且何鴻燊想要得到一個女人，那簡直太容易了。他就像一個擁有無限魔法的魔法師，直接啟動自己的超能力，那女人就會像飛蛾撲火一樣自己貼上來。當時就有媒體拍到2個人同框的畫面，那畫面就像一顆重磅炸彈，瞬間在娛樂圈炸開了鍋，甚至傳一度傳出何鴻燊要讓利智做5姨太的消息，這在當時那可是轟動了整個圈子，就像一場超級風暴，席捲了整個娛樂圈。雖然說最後這事人不了了之，利智轉頭就去了美國，船嫁給了李連杰，但要說他們當年沒發生點雜麼，那可真未人相信。畢竟對方可是何鴻燊啊，光看他的家族就知道他的實力有多雄厚了，那簡直就是一座無法撼動的商業帝國。所以何猷幫曝光後，大家就像一群偵探，開始各種推理分析，
猜他的生母很有可能就是沒能成為五姨太的利智。而且大家旋發現，何猷幫的出生時間和利智去美國的時間差不多，這時間上的巧合，就像一個神秘的線索，讓大家更加確定何猷幫就是利智和何鴻燊的孩子。那段時間，外界傳是關於利智和何猷幫的消息，就像一場狂風暴雨，席捲了整個娛樂圈。有人說，當時利智突然去美國，就是為了秘密生子，而這個孩子一直沒被認回，是因為家族其他太太不同意。畢竟豪門裡的太太們都不是吃素的，都有自己的小算盤。但就在大家對這種說法的可信度直線上漲的時候，事情又來了個驚天大反轉。四太梁安琪突然站出來發聲了，就像一顆突然投下的炸彈，再次打破了平靜。他承認這個孩子是自己的，傳說何猷幫是自己和何鴻燊的孩子。梁安琪解釋說，因為孩子身體不好，所以出生就被藏了起來。與其說是藏，不如說這是他們對孩子的保護。孩子出生後，情緒和精神都不太穩定，就像一棵脆弱的小樹苗，經不起一點風吹雨打。醫生的建議是不要受刺激，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擾，要專心地結束治療，做康復訓練，這樣才會痊癒。為了能讓兒子好好養病，何鴻燊和梁安琪在他小的時候就把他送到了美國治療，後來也一直都讓他盡量避免和外界的接觸，住在香港淺水灣。那可是一個很安靜的地方，就像一個世外桃源。在這裡有專門的人照顧他，就像一個溫暖的港灣，為他遮風擋雨。梁安琪傳說，雖然他確實是很少露面，但是家族的各種活動，他全是會參加的，只是一直都很低調，就像一個隱藏在黑暗中的影子，而且對外界一直都是保密的狀態，就像一個神秘的寶藏，被小心翼翼地守護着。其實大家細心回想就能發現，這一切早就有破綻。何猷君曾在網上發布過一條動態，隔空喊話妹妹何超欣，傳說四哥想你了。按照梁安琪子女的正常排序，何猷君應該排行老三，這突然冒出來的四哥，當時就讓人覺得很奇怪。現在看嚟，這個四哥原來就是何猷幫啊！就像一個隱藏在謎題中的答案，終於被大家找到了。雖然說梁安琪站出來滿足了我們的好奇心，但全是讓大家覺得奇怪。身體不好這個理由，網友們拼不買賬。就算是何猷幫身體不好，也不至於30年多的時間都不露面，這實在說不過去啊！就像一個解不開的謎團，讓人越想越覺得蹊蹺。有人覺得何鴻燊之所以把何猷幫給藏起來，是為了保護他。畢竟何家樹大招風，就像一座金光閃閃的寶庫，引來了無數人的覬覦。何猷幫身體不好，外界的惡意就像一把把鋒利的刀劍，會讓他的身體變得更差，所以把他藏起來，就像把他放在一個安全的保險箱裡，讓他免受外界的傷害。也有人認為，這可能和他們的內部權力鬥爭有很大的關係。何猷幫的存在可能會影響其他人的利益，就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，會打破現有的利益平衡，所以才被藏了起來，藏了這麼多年。這豪門裡的水，那可真是深不可測啊！就像一個無底的深淵，讓人看不透。雖然說現在何猷幫的身份已經曝光了，但是關於他的信息全是少得可靈，未人知道他到底長怎麼樣子，是個怎麼樣的性格。就算在網上也搜不到關於他現在的照片，可能只有一些模糊的童年照，就像一個神秘的幽靈，只留下了一些若有若無的痕跡。何猷幫就像一個神秘人，他好像存在於這個世界，又好像不足於這個世界。他就像一顆被隱藏在雲霧中的星星，偶爾會露出一絲微弱的光芒，但又很快被雲霧遮住。何家下的這步棋實在是讓人看不懂，就像一場複雜的棋局，每一步都充滿了心意，讓人捉摸不透。那麼對於何猷幫的真實身份和被藏起來的原因，
你心裏是不是也有了自己的猜測呢？這豪門裡的故事，就像一部永遠也看不完的電視劇，每一集都有新的驚喜和懸念，讓人忍不住一直追下去。